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開呢一包超級進化夢想 EX。好，首先嚟第一包，好睇下可唔可以第一包就出呢個嘅 MA。閃乜？呢張都可以啊。第二包，又係普通 EX。好，第三包，哇，幾靚喎！呢一個超級進化嘅雪女。好，第三包已經開出咗一張超級進化。第四包睇下會唔會有第二張先，或者 MR。哇，鳳凰正，鳳凰都好啊，之前冇開過。第四包，超級盧卡里歐超進化，第五包已經開出咗啦，兩隻。第六包會唔會有第三隻呢？唔知。索尼亞已經有啦喎。第七包。蒼響都好啊。好，最後三包，第八包。哎呀，好想出張皮卡丘 EX 啊！上次兩盒就係出得一張咋。哇，正！出咗三張超級進化。第九包，俾多一包我要多張超級進化。唉，冇鈦晶都好啊，我好似呢隻鈦晶。第10包啦，唔知 MR 係咩呢？好啦。有啲可惜啊！好啊，我哋統計下我哋嘅今日嘅MR 超級慢慢王，跟住呢個超級盧卡里歐，跟住呢隻超級頭毛混係咯。好啦，我哋今日三隻。就係咁多。好啦，我哋今日介紹到嚟呢度，拜拜。唔好意思啊，大佬收漏咗呢隻雪妖。今日收穫係4個超級進化。好啦，我哋今日介紹到嚟呢度，拜拜。